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31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气象局伫早暗11点半已经解除苏拉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按算今仔日下暗风台就会豆豆离开咱台湾。不过伫海面上的船只，原来是爱细致风影。咱同齐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点40上新的说明。苏拉台风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3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如我们所预估的话，气象局将在晚上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如果台风它实际移动的方向更偏西，或是它减弱的程度更为明显的话，解除警报的时间就有可能提早。那目前我们发布海上警报的区域是台风环流所影响的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提醒大家，台风还在影响我们台湾附近海面。依旧有长浪的现象，尤其在西南部沿海、北部沿海以及东半部沿海，还有2米以上的长浪，而且海面上的风力也很强劲哦。在海峡南部、巴士海峡会有4米以上的浪高，其他各海面也有3米以上的浪高，所以今天从事海面上的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小心。在花莲、台东地区、南部地区还有澎湖地区是会下短暂阵雨的。另外，宜兰、桃园以北地区、马祖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其他各地早上可以看到阳光，不过中午以后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阵雨。至于所下的雨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气象局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豪雨特报。我们针对台东以及恒春发布豪雨特报，针对花莲、宜兰、大台北山区以及屏东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这样子的降雨形态，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雨都缓和了，包括过去在花东啊、恒春所下的雨都缓和下来了。但我们也注意到，受到风的环流的关系，所以在东北部地区雨会比较明显一些。至于在明天甚至到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各地依旧有短暂阵雨，天气是不太稳定的。至于头个听到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气象局按算伫今仔日就解除风台苏拉的海上风台警报。不过目前伫太平洋的海面上有3个热带系统，包括风台苏拉，也有轻度的风台海葵，甲昨暗才形成轻度的风台红雁。这3个风台敢会产生高雨作用？气象局是表示要继续观察。苏拉风台目前的暴风圈已经完全脱离台湾南边的陆地。气象局伫昨晚暝11点半解除苏拉的陆上风台警报，不过伊的暴风圈依然打伫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甲台湾海峡。按算路线一个向南一点应提早脱离暴风圈。相信今暗时解除海上风台警报，附近船只依然要注意。彰台东市区一阵阳港河滨海风强性大，除了受苏拉风台影响以外，轻度风台海葵也继续向西北方向刷震动，有估伫9月初1、初2慢慢通过琉球南边的海域。苏拉台风也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近海。台湾处在这2个台风中间，因此在1号、2号的时候，同时受到这2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形。那它现在的大多路径可能是往这个琉球群岛方向走，不过它距离会不会靠台湾多近一点点，这个就是未来这3、4天，可能是周末的时候的这个事情。昨暗时8点产生的轻度风台风眼，有个未来向西北刷震动，9月初3、初4到日本南边海面，短期之内对台湾无直接影响，海面上也出现3风台斗阵的情形。在整个季风低压带里面，像这些台风它之间的一些交互影响，在预报路径上面是比较复杂，到时候可能会随时都有一些变化，气象局会持续密切观察这几个台风的交互作的影响。受风台外围沉降气流的影响，昨中部以北高温急热，苗栗豆分出现40.5度，创下今年上高的温度。新竹五味也有38.7度的高温，南投埔里也超过36度。气象局提醒雪区台湾周边环境场依然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无稳定，要继续注意风台上新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风台苏拉虽望中心无登陆，也毋过风台暴风圈有影响咱屏东恒春。恒春有风台雨是一阵风一阵雨。昨昏中原本地暗时是要举办唱歌，嘛因为风台全取消。5号恒春镇落一阵风台雨，汽机车拢慢慢开。受苏拉风台暴风圈的影响，屏东恒春半岛30风雨有时段有时碎。后壁渔港的渔民搁再甲渔船的锁啊绑好安，海产柜也只有几间有开，尤其是无几个生意额差不多7成。高丽菜差不多伫即个1500块以内，即马变迄落即届风台高丽菜一件差不多30 kg的，差不多都要3500啊。店头无用伫咧传沙西米。杜苏瑞甲苏拉风台连续影响屏东，毋但影响生理，也互菜价大起，成本大大增加，互业者无奈。相反受影响要游客，真无简单，巧好出佚佗的时间，就是拄着风台，行程拢被拍乱。第一次来垦丁，竟然是下大雨、台风。垦丁下晡风雨有较热，毋过沿海继续大影，吸引部分游客到南湾、准旁少这所在看海影。海巡赶紧提醒民众，毋当想瓦棍已经封起来沙坡。真的没看过台风。所以下来看，淡季的话是有民众那边实施关档，那如果风大雨势多大的话，我们会实施劝导。一阵大雨加上强阵风，恒春半岛6乡镇停班停课。原本暗时定为恒春中原唱歌的活动被迫取消，工作人员早起无风雨休息设备，部分参赛队伍辛苦练习无法度发挥，大家拢感觉真失望。都练2、3个月了，花的都是钱啊！你要停班也是说当天。看当天的情况，他们会感觉到很遗憾，没有办法大显身手呢，所以他们就是说，是不是跟我们协调看，是不是能办一个比赛？有徛高北地点挖古城已经互文化部要求拆掉，店长讲会甲参赛队伍甲社区这单位讨论了后，决定是不是伫听进前举办一摆祈福平安的友谊赛，纪念徛高北场所。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目前风台苏拉暴风圈已经豆豆离开恒春半岛，也毋过今仔日咱的东部、南部原来是会落地渐阵雨，咱同齐来关心温度。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气象局有针对新北的山区、屏东、宜兰、花莲、台东这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雨水主要是集中伫屏东甲台东。台东的金峰乡今日透早到8点40为止，累积雨量已经有185毫米。若今仔日马祖的风卖较透，会升9级至10级的强阵风。红头树绿岛、新竹以北的沿海较宽的所在，嘛有8级至9级的强阵风，拢爱细致。温度的方面，昨昏因为风台沉降作用，苗栗有出现超过40度的高温。若今仔日桃园、苗栗、新竹、台中温度嘛拢真悬，气象局受发布高温的警示，尤其是苗栗高温共款机会升悬到38度以上。咱来看天文机关，这是今仔日有超级纳月 Blue Super Moon， 因为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16月亮上圆，嘛是今年上大上光的满月。也不过因为咱台湾受风台外围群气影响，云会较高，敢看会到就爱靠运气。2023年上大上港的满月，就要伫8月31升起来。这是8月份第2摆满月，风叫做是纳月。这2摆满月拢是第9月9，距离伫36万公里以内的超级月亮。有相当身份的超级纳月是真罕的看。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之间，敢若出现过4摆，这摆佫出现引起天文迷众的关注。 The moon's orbit around the Earth is not perfectly circular; it's an ellipse. So sometimes the moon will be slightly closer to the Earth than other points. And when that happens during a full moon, we call it a supermoon. So when it's at its closest point, the full moon will look a little bit brighter and a little bit bigger than the usual full moon. 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讲，8月31日满月，地月的距离敢若357340公里，是今年上大的满月，比今年2月初6上细满月。看到的面积是增加29%。因为月亮拄升起来的时阵，伫地面景物的对照之下，看起来佫较大粒。31尾暗去看上好。31号的傍晚大概6点39分，这个月亮刚从地平线上开始升起的时候呢。
那就是它跟地面的附近的景物相互的搭配，就会有那个视觉上放大的效果。不过，受到风台外围云系影响，31日时东半部含南部地区有可能有阵雨，尾暗各地可能嘛是多云的天气。气象局分析，在中部以北观测到哪月机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英国外国大臣昨昏是到中国去访问，希望讲因两国会当定期对话，避免误会。也毋过同款伫这个时阵，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有公布一份报告，是要求英国政府爱对抗中国的威胁，嘛爱维护咱台湾的主权。佮头一届讲咱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咱外交部对此有表示感谢。美朝压手，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39访中国，先甲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伫北京会面。科维利原定7月底要访问中国，可是拄到前外长前讲消息的事件，所以行程延后。这也是在2018年了后5年来，搁再有英国外交大臣访问北京，希望改善已经到真低点的中英关系。进一步推动中英两国双边的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It is important that countries like ours meet and speak face to face on regular occasion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就伫科维利出发进前，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公布报告，要求英国政府对抗中国威胁甲维护台湾的主权。其中，更加头一摆讲，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台湾拥有具有国家的地位，所有的资格，只是欠缺更加广泛的国际承认。由科维利访中和保守党人士批评是对中国示弱。外委会主席就讲，科维利应该公开支持台湾，甲讨论人权的问题。We are clear-eyed about the areas where we have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s with China, and I raise those issues when we meet. 外交部诚挚欢迎英国国会关注印太区域情势以及与日俱增的中国威胁，并感谢对台湾地位及国际参与的支持。另外，这时阵共军也是一直侵略台湾，国防部30公布，今日中共派出32架次军机、5架次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2架次军机甲无人机超越海峡中线甲伊的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国军运用任务机、军舰甲华丽飞弹系统，严密监控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越南外交部是指控咱台湾讲咱伫8月23日时，伫太平岛附近进行实弹演习，这是侵犯越南的主权。咱外交部是表示无法度接受越南这款讲法，嘛强调太平岛是台湾的领土。越南外交部发出声明，讲做咱国8月23伫太平岛40位的水域进行实弹演习，是侵犯越南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威胁到区域和平、也加稳定以及航行安全，告诉伫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外交部表示对这个讲法无法度接受，搁再声明太平岛是咱的领土。太平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不容置疑。我国政府有权在太平岛上及其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随上越南6月嘛才抗议过咱国军伫太平岛的演习。2022年6月，菲律宾外交部嘛表达抗议，讲做因有太平岛的主权。学者分析，南海的主权争议真久啊，太平岛阁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呼吁政府都要积极进行跑道的延长工程，向国际宣示主权。在太平岛的一个实弹射击，或者是太平岛不管是在机场的扩建，或者是码头的扩建，这一些工程都是有其必要性。透过这些行动，才能让国际了解中华民国是重视太平岛，也重视南海的安全。目前各国拢伫南海争端，尤其是中国一直扩建岛大，要趁这个机会向外来延伸因的战略。美日俄这些国家最近都举行过联合军演，除了要展现维护印太和平的决心，嘛要阻止中国扩张的野心。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低化风电区3至1即一期开发，昨昏停止上映。经济部能源局表示，有5间业者向经济部申请签约，会伫收到资料了后开始审查，会赶紧完成行政契约签约的工作。完工发电的时间，即马是掠伫2026年到2027年之间。在关心联合报，大专校院外语科系。学生囡仔是招袂甜，即马已经成做袂少大学头一个减少招生的目标。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读人文类科的学生即马是无到2成，外语科系上界严重。学界是认为讲，这是对高中选系就走前去啊。加上即马咱国家的政策一直咧强调讲，优秀的人才是去做医生、做工程师的料，拢无注重文学家甲金融家。来关心《中国时报》，交通部即马当地建议要改变提驾照的规定。总共驾照逢吊扣也是逢吊销，佮提驾照就毋是提到永久有效的驾照，干那会当提2年、3年也是6年。交通部最近会公布草案，按算明年3月份开始实施。来关心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伫昨昏发生一站路树倒落来，去撼着骑奥多摆经过的民众，送病院救无回来，不幸死亡。公园处即马是强调讲，这丛树仔会倒去是因为树心凹去，会派人去关心家属。啊，若公共意外险上悬会当赔600万。车真多，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骑车人骑车经过，向阳中间路边一丛树仔倒落来，拄好讲到经过骑车的67岁人，当场跋伫涂骹，会插楼，送医急救也是不幸死亡。救护车的声音，想说怎么这么多台，然后就看到一个阿伯，刚就躺到路中间，然后没有意识，然后消防员在帮他做 CPR。我就在那个受伤那个人的正后方，我就在阿伯的正后面啊。如果我再稍微快一点，我可能也会那个。看到民众甲徛伫后壁的人拢行一个，警方到场了后管制交通，公园处甲委外业者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并且甲树仔赶走，也派人慰问家属。上午11时40分许在中山北路一段75号前，发生路树倒塌致使机车骑士受伤的事故。详细的路树倒塌原因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后厘清。去年我们调资料出来看，我们的同仁是发现它有流胶的状况，现场看到是它折断的断面是有腐朽的现象。公园处强调，依照规定，行道树仔每个月会做一摆巡查，因为这丛树仔树壳内底已经凹去啊，无多承受外力才断去，造成不幸发生。死亡的话，理赔的上限是600万元。好，那我们今天去慰问的话，好，那我们那个保险公司这边也提供15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很空的声音那你健康的树应该是很扎实的声音啊。那这一棵，白白的是什么？是不正常的，是菌。虽然公园处强调，这树仔外观无各样，不过是坐车边塘海专家来看，却发现树仔外皮样受伤，但无早就做到边塘海，树壳真脆，加上30风力较强，艺术因为被吹倒造成事故。另外，这事故发生原因甲相关的责任也正伫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那敢若这站，昨下晡4点外，台北市是嘛同款发生树仔断去撼到过路人的事故，造成一个女性重伤。这个事故是发生伫昨下晡4点外，一个细楼的女性行伫家人路2段甲高平东路3段路口的时，因为人行道边仔的树仔树枝断去落落来，去撼到一个小姐。伊的意识清楚，经过救护人员检查，发现是伊的肩胛头、脚趾片有去刺伤，有送病院去治疗。环保局是赶紧派人去清树枝甲树叶啊。这是台北市伫昨昏一天就发生2件路树倒来撼到过路人的案件。顶个月底，是有一个查某大学生伫邦桥等公车，互顶头落落来冷气撼到不幸死亡。家属向地检署申请犯罪被害补偿，经过新北检方的审议，即马决定补偿180万。伫路边等公车，向阳有冷气为关楼落落来，一个正大女学生好急着死亡，发生伫顶个月底新北市邦桥这件死亡事故。经过新北地检署29开会审议了后，决定补偿死者家属180万的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因女大生确实是因为犯罪行为而死亡，我们认为犯罪事证明确，全数出席的委员决定补偿新台币180万元。无论台版干部罪案，还是台北市树林发生的马来西亚籍四川女大学生的命案，死者家属拢得到补偿金180万。金额同款是因为今年7月7日，拄啊实施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缅定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死亡，只要家属向地检署提出申请，为做补偿金一律180万。毋过，亲像中央大学马国女大学生的命案，用旧法计算，就得到超过200万的补偿，也互舆论对刑法提出质疑。
那这个补偿金的性质啊是国家的责任，并不会再影响到他民事赔偿的部分，而且拿到的这个钱以后啊，就不必再做其他的扣还。旧法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东扣西扣，或者是整个这样计算起来，反而金额是不会那么多。如果和解了以后，就不能申请了。虽然旧法金额累计上悬有210万，不过爱扣除社会保险这个费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表示，实际领到的补偿金大部分未比生活较济。法务部嘛回应，新制改用单笔定额给付制，未扣除任何费用，也未国由政府先付钱向加害人追讨，一家补偿金当作特殊社会福利补助，用国家的钱来给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今年81岁的麦康诺，30面对镜头时雄雄誓神，讲起的时间超过30秒。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目前也唔知影，无清楚发生啥物代志，伊的健康是安怎，也唔过会甲伊联络，甲伊关心。Senator, you're up for election in 3 short years.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at? I'm sorry, I had a hard time hearing you. That's okay.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running for re-election in 2026? What are my thoughts about what? Running for re-election in 2026. That's Did you hear the question, Senator? Running for re-election in 2026? All right, I'm sorry, you all. We're going to need a minute. 麦康诺电调超过30秒，声音皮皮喘国家，然后被护送离开。伊是参与前期上过政党领袖。伊的这助理表示，伊会伫一摆公开活动进前问医生，伊发言人讲，麦康诺伫记者会雄雄感觉头壳晕，才会暂停讲话。I just heard literally coming out. And Mitch is a friend, as you know, not a joke. We have disagreements politically, but he's a good friend, and so I'm going to try to get in touch with him later this afternoon. I don't know enough to know. 这是麦康诺为7月26日伫一场记者会讲话到一半，雄雄失神了后，佫发生同款的情形。迄时阵，伊被带离现场几分钟了后，才倒来回答问题。早伫几个月进前，伊伫体内甲政治工作能力，拢甲以前袂比伫哩。今年3月，伊把跋倒造成脑震荡甲骨头震去，了后佫至少跋倒2摆，佫向参议请假6礼拜。相关事件加深外界记录，也引起共和党甲民主党国会议员怀疑一寡年岁较大的同事。行使职权的能力，花火真济高赞人数平均年岁拢较大，参议院平均年岁超过64岁。路透社民调显示，61%的美国民众反对国会议员年岁伤过大，无法度代表美国人民。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来关心非洲，即马阁有国家发生政变，这是加蓬。伫顶礼拜总统大选办煞了后，由现任的总统连任，也毋过昨昏有一阵军官透过电视的转播，宣布讲因要接管一个国家。伊嘛讲大选的结果无值得相信，所以结果是无准算的。而且伫首都嘛传出枪声，有可能已经发生动乱。Avons décidé de défendre la paix en mettant fin au régime en place. À cet effet, les élections générales du 26 août 2023 ainsi que les résultats tronqués sont annulés. 中非国家加蓬举行总统大选，就伫国家选举机构宣布讲，现任的总统阿里蓬哥以64.27%的得票率，也会当做第3个任期了后，有12个公示代表体系过渡和恢复委员会的军人，30出现伫国营电视台，谴责这摆大选无够透明，嘛无法度胜任，讲国家面对严重的政经和社会危机，因决定结束政权，解散政府和国会。伫政变的消息发布的时阵，加蓬首都主市嘛传出枪声。事实上，这摆大选是充满争议。第拜6投票迄天，一个投票所开放的时间是1点。政府以管制假消息和暴力为理由，甲网络切断，佮宣布答案实施宵禁，佮下令部分外国媒体停止放送，互对此乌萨质疑有误想。Le gouvernement comprend que ces mesures puissent susciter des désagréments, mais elles sont prises dans l'intérêt supérieur de notre nation.
交配是产食侪石油和可可啊，但是国家本身是真产食，互军方推翻的阿里蓬哥掌权14冬，伊的家族国已经执政超过半世纪，有56冬。反对派即嘛是积极在求改革。伫政变的消息传出来进前，乌沙的电影是讲乌沙的得票是赢的，呼吁蓬哥用卖老会的方式交出政权。对非洲各一个国家传出政变，即嘛伫西班牙开会，欧盟国防和外交部长虽表达关心。Look, the whole area, starting with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then Mali, then Burkina Faso, now Niger, maybe Gabon, it's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欧盟首席外交部长讲，欧盟会讨论安怎调整非洲政策来稳定当地的情势。另外，加配军方发动政变了后，已经恢复当地的网络，后壁情势安怎发展引起关注。公司新闻张慧云编译。日本上大，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政府宣布要提供咱台湾美金8000万的外国军事用资，这是美国头届提供台湾军事用资的贷款，是美国对台的特殊军事援助。白宫是表示，美国有责任帮助咱台湾强化防卫能力，确保区域安全。来关心欧盟召开非正式的外交部长安全会议。会中有人是建议讲，爱设乌克兰的援助基金，时间是对2024年到2027年，当年提供上济欧元50亿，来实现欧盟高峰会顶悬对维护乌克兰长期安全的约束。希望讲会当伫年底进前，欧盟各国达成共识。继续关心由美国、英国、澳洲所组成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伊是咧分享核子战舰的技术来反制中国。英国即马有提出建议，希望这个组织会当邀请日本甲南韩同齐加入。若外国媒体有报讲，中国是真不满，几若摆谴责这个组织是反中的组织。咱继续关心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昨昏举办，两个市的市长有签署3项 MOU。外界关心蒋万安两岸论述，蒋万安是强调讲，伊认为双城好，两岸关系才会好。另外，蒋万安嘛有向上海市政府表达咱台湾农产品卖去中国的问题，而且伊嘛有当面争取上海的小鸟禽，看敢会当伫明年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2023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正式开始，主题是新趋势、新发展。双方的主管局处是针对检讨永续、发展产业和羽球运动3项签合作备忘录。两市的市长握手，搁做伙用手机来致翕。会当注意的，就是这届论坛是上海市的副市长花园亲身主持，规格是比较早拢较大。致辞的时阵，蒋万安5摆强调双城好，两岸就好，认为双城论坛伫两岸关系内面有重要的关键性指标意义，嘛用刚好行准来形容。双城好，两岸好，两岸关系恰如江河行舟，当然不应该是过尽千帆皆不是。但是，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轻舟已过万重山。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经前的发言是真敏感，敢有感觉红食豆腐？蒋万安是无回应。根据了解，蒋万安伫29的关门会议内面，主动讲到农产销内面，互台湾各农放心种，上海市民安心食嘛，争取细只鸟禽明年会当来。现在我们的小猫熊，它的血缘亟待更新，而上海动物园的小猫熊基因，正是我们所想要的。蒋万安到上海第2天下晡的行程继续行，小林山去参观上海图书馆的东馆、上海城市规划馆，嘛参访宝江城风水厝，佮亲身体验运动场馆。亲身落去拍球，和在地青年交流。台北、上海拢是厝价真悬的城市。蒋万安这摆特别安排行程去了解上海的主题政策，互相交流。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跟倒来关心，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已经宣布伊要选总统。有风声讲，伫8月27日时，郭台铭和侯友宜有见面。侯友宜昨昏强调讲，日期是唔对的。那两个人讲有搁要见面，侯友宜并无正面的回应。前一暗，郭台铭甲郭文哲两个人有相拄着，
郭文哲即马是对外表示整合的时机也未到。另外，副总统赖清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继续在走行程。拄到7月半中元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台北火圣庙参香，党籍前议长陈锦祥转庭陪伴。因为顶礼拜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则来过，各条开意思真明。搁再讲在野整合也超未麻，外团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的前一天，两人捌见过面。侯友宜敢若讲日子唔对，但话内容爱过当的家己对外说明。时间不对，请郭董对外把内容以及方式、时间。来跟外面做一个说明，就请外面不要做任何的揣测。所以到底今天有没有咖啡会这件事啊？两人敢有要搁啉咖啡？侯友宜无忌讲，对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讲，3礼拜前捌甲过接触，对方坚持选过后落来，伊嘛干那一句尊重。党主席朱立伦是搁再讲爱顾全大局，还不能够团结在一起，还都一切只想到自己，只有自我。没有大局，那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主流的民意。那是前一暗工厂小组的郭台铭甲郭文铁嘛无坐落来啉咖啡。郭文铁是讲时机点也未到。要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原则上还是让幕僚先去作业嘛。我觉得跟商业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政治还是按部就班，你知道哈，按照程序走。30几天无公开行程的郭台铭面册文章一篇持续邀请歌啉年茶，另外一篇是成员歌大学时期领杜聪明奖学金互人攻击。面对2024次大选，可能变做四卡都。民进党中央表示无考试、无干涉、无评论、无参与过人数，谨慎应战。台湾的能见度。台湾得到国际社会更进一步的信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我也要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来向侨务委员表示感谢。选前公务拢爱监督，赖清德维持家己的步伐，看费力阵营的一举一动。记者综合报道。2天前，高雄城中城发生大火，造成46个人烧死，阁有43个人受伤。主嫌伫1审的时是被判无期徒刑，即马2审同款是依次无期徒刑，互死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我如果不来的话，人家以为弱势家族都没有人可以发声啊。报完2审宣判结果，家属真生气，因为城中城大火主嫌黄家家无被判处死刑。所犯放火及杀人2罪，系异行为所犯，依法以较重之杀人罪论处。本院判处被告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1审认为黄家家涉嫌放火过失致死罪，将他论处无期徒刑，夺去公款终身。检察官家属不予上诉。2审甲原有过失致死罪撤销，改为杀人罪，延过刑度不变。因为合议庭认为黄家家是间接故意杀人，无符合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内底情节上重大之罪，袂用科处死刑。加上无期徒刑，至少服刑25年，就算处高也超过78岁，对社会危险无大，判伊免死。这46万人民不判死刑没关系，以后大家哪一个心情不好的话，随便去放个火。这么多大佬，你们看看好，以后这个大家有样学样。从头到尾都希望他判死刑，然后他没有判死刑，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交代。这46条人命耶，然后走掉是我爸妈耶，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上诉到最高法院。城中城司法到至今2年外，大楼已经改建成最公园，死者家属地小加工，替过新的亲人讨回公道，袂因为时间、空间改变而改变。会上诉到底，真全力予黄家家被判死刑。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诚侪住伫社区大楼的民众，有当时拢会家己去装铁门。也毋过，就伫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了后，即马政府有规定讲，8层楼以上的大楼，那拢爱先去申办公安的检查，嘛禁止民众家己去倒铁门，若是违规，上济会当罚款30万。社区徛过是定看到加装铁门，定是为着要防贼啊。但即马若公安检查有消防安全的疑虑，都要拆除，即马互民众是感觉真不满。多一道关卡，多一道好嘛。那万一你只有一个门比较好打开啊，那你外面还有一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你说逃生只要这个楼梯不要放东西啊就可以了啊。
就伫2021年高雄城中城的大火了后，中央今年公告讲爱办公安检查申报，只要伫1981年以后，8楼以上16楼以下的社区大楼开向楼梯平台门前的回转半径，袂当含安全梯也是楼梯跨度的回转半径相高，若违反上悬会当罚30万，而且会当连续处罚。另外，伫楼梯若放私人的物件，即嘛拢总爱剔除，申报频率是3年1摆。当你的铁门打开的时候，直接在楼梯间的梯级旁边的那种，在楼梯里头那种双拼的，直接出来就是个梯级那一种，可能影响比较大，会被要求改善。但是在走廊那一种是没有关系的。在进行安检的时候，通常会先通知住户的这个社区的管委会，那管委会就会个别通知住户，所以很多住户就会在消防安检期间呢，先把那个鞋柜先收进到室内，那等到消防安检经过之后呢，再把鞋柜拿到室外来，这样好像就有点变成说这流于形式。营建署强调讲，检查申报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民众入去到楼梯的空间避难的时阵，导线的动线会当维持安全、阁顺，而且无任何阻挡的物件。关键就伫这对外口开封插的铁门，敢会妨碍到楼梯的避难，这是检查的重点。另外，走廊不是主体的公安检查项目。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份，丰原某一间高中发生规定老师霸凌学生囡仔的事件，落尾这个学生行地路，学校是认定霸凌案无成立。人本基金会昨昏是表示，因为学校调查方法唔对，伊嘛讲台中市政府2届拢表示退回这个报告，讲无法度接受这个报告，也毋过说拢无介入学校去调查。死者的老爸即马嘛批评教育局和学校互相在推卸责任。台中丰原某一间公立高中，有一位学生疑似是去互7个师长霸凌行地路，校方霸凌小组公布调查报告，认定这只不过是管教失当，宣布霸凌案无成立。3月8日，民大和人本教育基金会陪死者的老爸召开记者会，强调这个结果伊无法度接受，嘛讲连想要提到报告的内容，嘛直直去互教育局刁难。他就是不给我也不知道说，像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那我要去跟谁申诉？人本基金会公布霸凌调查报告的内容，调查小组对全校做的问卷，敢若以学务人员伫咧学校管教敢有合理，也佮有指导处罚敢是为着有必要的管教，认为是无意见还是恶意伤害，用这2个问题落去问，刷来排除死者班级教班的问卷资料，最后得出来结果就是认为这7位师长因毋是调降处罚和管教，佮讲教班的资料显示其中3位师长有负面向度的趋势，管教失当的程度是轻度至中度，无较严重的程度。民团认为调查方法充分引导式的问法，结论是前后矛盾。学务人员都没有故意，所以他可能违反了不当管教，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移送到不当管教的那个校事会议里面去做处理。但是在校事会议的调查报告里面说，这些行为有霸凌的疑虑。台中市府表示，这个学校的师长符合霸凌的要件真明确，已经是第2届甲霸凌的调查报告提上去，但是教育局无法度要求校方重新调查，因为校方是强调3位调查委员拢是请外口的专家来，因无法度介入调查过程。教育局就是退回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完全不予认可。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呢，应该要还给已经过世的学生真正的公平跟正义啊。整个调查其实就确实我们学校没有办法介入，对，我们就尊重他们3位专业。死者的老爸认为学校甲教育局互相会提责任，按算要提出霸凌调查的申复，所以规个案件伫咧短时间内有关是真恶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家庭暴力、亲密暴力，毋是敢若用拍的尔。根据统计，亲密关系暴力事件当中，有超过3成是精神暴力。就算身躯无空喙，也毋过心理共款会受伤、会受伤。昨昏就有一个以精神暴力为主题影展，要互大家认捌这款暴力。家庭暴力除了身体上的暴力，也有造成心理伤害的精神暴力。以台北市为例，去年有社工介入的亲密暴力事件有4000多件，超过30%是精神暴力，其中8成左右是语言暴力，大约2成是透过经济控制对方的经济暴力。就是说，我只有我在赚钱。
那你在家里，好你就是靠我养。如果你没有我给你钱，你就活不下去。所以呢，他回来他就是觉得说，你是要全部都要听我的。我觉得不需要啊，你的生活不需要出去，那就不给他钱。那这种就是经济控制。另外，民间团体指出，现主时也有新形态的精神暴力，或者 gaslighting 煤气灯效应。近期伫各国有真侪讨论，煤气灯效应的加害者透过长期否定被害者，互被害者失去自信，认为家己无对方就无法度活落去。民间团体讲，这款精神暴力定伫配偶交往当中的判例发现。一个会对另外迄个人，有足侪，比如讲话会甲讲，我毋是甲你讲过几啊届，你就是。拢较戆，所以你无我，你是要哪活落？民间团体表示，煤气灯效应定互被害者慢性中毒，伫无自觉的状况之下，渐渐互对方控制。民间团体建议，逐人拢爱甲外界保持联络，有家己的朋友通开讲，就通对抗这种效应。台北市家暴防治中心也讲，精神暴力袂留下伤痕，若要寻求帮助，透过录音、厝边头尾做证人，拢是方法。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花莲到溪乡的山区，伫二八暗个发现一只乌熊撞入去一间鸡寮，食掉7只鸡仔，厝主是赶紧通报。另外，伫27发现另外一只乌熊，因为着含这有受伤，咧替伊治疗手术的时，这只乌熊是向休克，不幸死亡。医疗团队30早起为这只乌熊清创手术的时阵，乌熊向昏迷。虽然有一直抢救，医院伫下晡死亡。这只乌熊是伫伫花莲岛溪乡，互2名部落少年发现，受困陷阱，主动通报和协助救援。林业署花莲分署动员30人规暝抢救，最后是无法度控制感染死亡。已将遗体送到农业部兽医研究所病理解剖，了解是毋是有其他的病，应增加台湾乌熊基础病理资料。乌影出现伫鸡寮，闪电的厝主发现是一只台湾乌熊，赶紧通报警方。2暗时10点外，有一只台湾乌熊闯入到溪乡一间鸡寮，食7只鸡，佮破坏鸡舍围篱。花莲分署派人去现场帮大龙炮赶走台湾乌熊，好佳在无人员伤亡。怎么有一头黑黑在这边？然后我从那个警官那边看嘛，哇黑黑，然后我就跑去，就是刚讲的，就是叫老婆报警，不要紧张。经调阅监视器影像后，确认为台湾黑熊，所幸民众没有受伤。第一摆看到台湾乌熊，闪电厝主各惊各喜，暗过烦恼台湾乌熊，各等下找物件食。花莲分署提供熊铃、防熊喷雾甲炮啊，也协助摄像机监控针对乌熊造成的损害，也提供相关的补助。民众的通报可以有3000块的奖金，那协助现场摄影机的架设呢，还有5000块的奖金。花莲分署表示，社区部落造成乌熊巡守队每个月巡守，为乌熊保育提供帮助，每年上悬发10万的奖励金。巡守范围内，若翕到台湾乌熊的影像，每一摆应得到5万块的奖励金。不过，原来是每年2摆，因为岛溪乡山区是乌熊的厝，最近乌熊常常出现。花莲分署也提醒民众做好防护措施，甲通报，就应避免人甲熊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昨昏7月半，各地头真侪所在拢有办普渡。伫新竹的动物园，嘛有传动物普通时啊爱食的菜色、果子，也有打了饲料，替因过住伫动物园内底不幸过往的动物办普，表达对因的追思和感谢。是不是这个平面啊？传好动物平常时上爱食的青菜、水果，还有一包一包的饲料，才准备普渡拜拜物件。是为着要感谢过去在动物园内生活过往的动物。我们准备了很多动物不同动物的吃的饲料，像鸟类啊、爬虫类啊、那个哺乳类啊的饲料，然后还有一些牧草，有新鲜的，还有干草，然后准备一些水果。那主要就是说让大家来纪念一下、怀念一下我们这些动物。都已经表示说，我们现在人跟人的关系已经扩及到人跟动物的关系，所以这背后还是一个。万物也就动物也有灵，跟人的死去一样哈。动物园讲过去一寡动物就亲像亲人共款，所以希望因在另外一个世界，卖当食饱饱过着好生活。学者表示，不管是普渡、好兄弟，也是动物，其实拢是代表尊重生命。我们的民间习俗信仰里面蕴含了
我们是要好好善待世间万物啊。那包括我们不认识的这种陌生人。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大家都相信啊，鬼月有很多的禁忌。你如果不好好善待他的话，这些好兄弟们很可能会来侵犯你，会有可能来嫁祸于你。除了动物园，中原即天在新竹科学园区，会当看到厂商大家拢在门口为用准备普渡的物件，希望用上诚意的心来祈求平安顺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后这款动物，互人号做活花椒。过去伫台南的北门、七股这附近，拢会当看到，也毋过即马数量已经愈来愈少啊。台南的乡村国小最近就参加海科馆校的保育计划，100粒校卵有生出82只，即马准备要甲因饲好大，明年3月时才甲因放转去大海。一粒粒亲像真水卵伫咧水中，毋过详细看内底所有生物伫内底游。这是海洋科技馆提供予乡村国小100粒校卵，学校利用鱼肚仔来保育。迄段期间已经孵出82只幼校，这学期学生有新的任务，就是逐工拢爱来饲幼校食物件，做因的年报，包括监测水质咸度甲温度，甲生长过程全部拢记录来。照顾它。会觉得会有很多成就感。明年3月就是把它放生，希望它可以过得好好的。囡仔因会当学到像讲更较有耐心，要哪做一个好的保姆，来照顾这个好宝宝。这嘛互阮乡村的海洋教育的课程更较丰富。校方表示，因目标要甲幼校照顾好势，按算明年3月放转去大海，好继续生态。校方号做活化石，因为伫咧地球较大已经死于8000万年啊。过去伫咧海期定看到校，因为环境变化，佮加上栖地互破坏去，造成校的数量哪来哪少。加在地嘛有园区大两个生态池，拢总有8只校，估计生500粒卵，因嘛真摒势保育。即摆算有甲伊卵有甲伊隔离啊，算。要来做一个富裕的细只校安尼孵出来以后，咱会使摕来迄个下午来透过人工的方式，然后来做一个富裕的一个计划呢。罗地高学校园区即县长指出，幼校天地较济，因要甲饲甲大了后，提去北门下午野放，嘛计划开生态导览课程。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镜头来阿根廷对8月中开始有几10只海狮去发现讲，小连续为着禽流感全死亡。虽然阿根廷有对外强调讲，目前这个疫情也毋是高病性的禽流感，也毋过相关的单位也是毋敢大意，高度警戒，要避免疫情愈传愈严重。阿根廷境内南大西洋巴塔哥尼亚的山坡，互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海狮强要死去。已经死亡的海狮用红色做记号。位于8月中开始，陆续有50只类似病例的海狮死亡。动物卫生单位怀疑禽流感已经伫哺乳动物传播，因为巴塔哥尼亚的北部是重要的海狮保护区之一，拢总有4000多只海狮伫遮生产，也引起当地动物卫生单位正注意。Y desde acá arriba se están haciendo los relevamientos necesarios a diarios para ver el comportamiento y qué cantidad de especies se ven afectados a lo que es la gripe aviar. 为2021年底开始，禽流感伫世界各地一直传开，情况也使人烦恼。阿根廷海狮确诊禽流感头一例是出现伫这个月11日，为大西洋南边的火地岛20只死亡的海狮检测到禽流感病毒。阿根廷上好的海边度假胜地马德普拉塔，几天前嘛发现死亡的海狮。Lo que se le recomienda a la gente es que no baje con animales, que si ve lobos vivos o muertos no se acerquen. 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传染力真强，包括鸡、鸭、鸭、野鸟，也是其他的动物，甚至咱人原来去感染到。目前伫世卫记录当中，阿根廷并无禽类感染到高致病性禽流感。针对海狮死亡，阿根廷是讲已经指示各地方采取一寡做法，阻止病毒传开。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那伫巴基斯坦拜日时发生一只狮跳车，跩伫市区大扫，西尾2点钟才互抓到。另外伫意大利是有发现讲有一只牝猫带牝仔囝出来踅街，互民众感觉真好闲。巷仔内底出现真大只动物，
巴基斯坦首都克拉奇拜二发生三亚走出事件，这三亚伫交通尖峰时间，向向对一台私人的车辆内底走出来，医生伫路的西来西去了后，转入一栋建筑物的地下室。消息传开了后，救援团队、媒体也有要来看民众，大家拢来，造成现場是大塞车。 हमें इत्तला मिली थी कि शहर फैसल पे एक शेर फरार हुआ है तो उसके बाद हमारी टीमें यहाँ पहुँची फौरी तौर पे और उन्होंने इसको रेस्क्यू कर लिया और अल्हम्दुलिल्लाह बहिफाजत वो हमारे पास है अभी और किसी को खतरा नहीं है अभी इससे। 这三亚伫外口扫来扫去2点钟，才了到将有关方安置。野生动物部门讲，伫主题区饲三亚是非法的，三亚主人已经拘留，警方会该告发。 而饲三亚当作宠物伫巴基斯坦，毋是讲真罕见的代志。部分做生意的好家人也真爱经营私人的动物园。而真拄好伫意大利有刑母带喜马仔西瓜的场面来出现。顶礼拜六有看到人翕到一只刑母伫街路上行来行去，四周围绕游客伫咧翕相为你看。无久就才看到2只喜马仔缀着伊的脚步行过大路，互民众是真惊奇。 专家讲，带喜马仔的刑母一般会闪开人类，不过若受到刺激，伊可能会有激烈的反应。伫户外若拄到野生的熊，上好是点点离开现场。国视新闻张如平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4度。 感谢乡亲收看，将真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